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，毋通批判人，才免受上帝审判。因为恁用什么标准批判人，上帝嘛会照呢甲恁审判。恁用什么让互人，上帝嘛会照安尼让互恁。恁若简单伫看兄弟目睭内的叉油，也无注意到家己目睭内有叉箍。你家己目睭内有叉箍，哪会当甲你的兄弟讲，你目睭内有叉油啊？我甲你摕出来。假好的人，家己目睭内的叉箍着先摕出来，才当看清楚，通甲兄弟目睭内的叉油啊摕出来。毋通摕神圣的物互狗，因会活过来咬恁；嘛毋通将恁的珍珠迄伫猪的面前，因会用骹吞踏。求会得到，找会找到，拍门会甲恁开。因为求的就得到，找的就找到，拍门的就甲伊开。恁中间敢有人因囝甲伊讨面包，会摕石头互伊；甲伊讨鱼，会掠蛇互伊？恁虽然歹，也会晓摕好物互恁的囝儿，何况恁的天父，伊一定会摕好物互对伊祈求的人。所以，恁爱人安怎对待恁，嘛着安尼对待因。这就是律法甲先知的教示。恁着对迄个话的门入去，因为通到灭亡迄个门槛，迄条路好行，入去的人真多；通到活命迄条门下，迄条路细，找到的人真少。着封闭假先知，因来恁遮，外表亲像绵羊，内面却是凶恶的豺狼。恁会当对因的假子来捌因，敢会当对刺客挽葡萄，还是对即个挽无花果？安尼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。好树袂结歹果子，歹树嘛袂结好果子。袂结好果子的树，拢着插起来，迄落火。安尼，恁会当对因的果子来捌因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袂拢入天国，只有实行我的天父的旨意的人才会。伫迄日，有真侪人会对我讲：主啊主啊，阮敢毋是捌奉你的名传信息，捌奉你的名赶鬼，捌奉你的名行真侪神业。迄时，我会明明对因讲：我拢毋捌恁，恁遮个做歹的人，拢离开我。所以，听我遮个话，搁实行的人，拢亲像聪明的人，甲厝起伫石磐顶。雨泼大水来，风扫冲着厝，厝嘛袂倒，因为起伫石磐顶。听我遮个话无实行的人，亲像戆人甲厝起伫山顶。雨泼大水来，风扫冲着厝，厝就倒，搁倒甲真厉害。耶稣遮个话讲煞，群众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稀奇，因为伊的教示真有权威，甲因的经学教师无共款。